由關可維同大家睇天氣。華南嘅東北季候風持續，覆蓋沿岸嘅雲帶正係逐漸轉薄。本港今日大致多雲，部分時間有陽光，不過能見度較低。下晝中環嘅能見度唔夠10公里。朝早天氣仍然係清涼，新界氣温只有13至14度，天文台就有15.8度。而下晝各區嘅氣温回升去到17至22度。衛星雲圖顯示，廣東沿岸同南海北部仍然係被雲層覆蓋。轉睇下，11點鐘嘅氣温係17度，相對濕度80%。交俾天氣先生。預測大致多雲，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氣温介乎17至21度，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。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，下個禮拜初大致多雲同有幾陣雨。轉睇下，今明兩日冷空氣勢力偏弱，各地大氣嘅擴散條件轉差。華北、黃淮、江淮、江漢同江南等地有輕至中度嘅霧霾，局部地區更加有重霧霾。與此同時，各地嘅氣温將會逐漸上升，中東部地區氣温將會轉為偏高。接近週末嘅時候，江南同埋華南多地嘅氣温將會上升至20度左右。但由於最低嘅氣温變化唔大，造成日夜温差增加，公眾早晚要注意保暖啦。跟住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預測。廣州多雲，澳門明朗。廈門多雲，台北落雨；上海多雲，北京多雲；瀋陽天晴，首爾天晴；大阪多雲，東京明朗；曼谷大霧；吉隆坡雷暴，新加坡雷暴；雅加達落雨；胡志明市落雨；馬尼拉落雨。墨爾本明朗，悉尼驟雨，布里斯班驟雨，惠靈頓驟雨，奧克蘭大風，孟買明朗，新德里明朗，卡拉奇明朗，溫哥華明朗，三藩市洛杉磯落雨，紐約落雨，多倫多、芝加哥驟雨。羅馬多雲，蘇黎世多雲，法蘭克福落雨，巴黎落雨，倫敦多雲，阿姆斯特丹落雨。天氣先講到呢度，各位晚安。